大家好啊，我係東尼啊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帶大家喺香港仔嘅懷永苑墳場入口處入去啦，跟住就經薄扶林水塘嗰邊上去山頂，然之後咧就會去西高山就影日落。咁我出發嘅時間就係下晝3點鐘啦。咁我自己亦都太過高估自己啦。咁時間都非常之倉促。當我去到盧吉道嘅時候，其實已經距離日落5點9啦。咁仲有30分鐘嘅時間啫。咁去到西高山底嘅時候，其實得返30分鐘嚟啦。咁就基於自己其實嗰個體能都去到極點啊，所以都想放棄嘅。但係心諗嚟都嚟咗啦，咁啊捱埋去啦。咁就係咁啦。咁我哋睇埋條片啦。當上到西高山嘅山頂嘅時候呢，其實都唔算話太多人嘅，都係集中係遊客啊。咁就上到去嘅時候，咁就其實都可惜，太陽其實已經日落咗啦。但係都唔緊要啦，我哋上到去就影幾張靚相啦。今日嘅短片係咁多，咁就有機會再見啦，拜拜。